今仔日是国民体育日，柔道的国手杨永伟是伫大学进行野外训练、亲身和学生小演。今仔行政院昨晚召开筹备体育部头一场的咨询小组的会议，包括李勇、曾丽嫣、林玉婷在选手拢是咨询委员。行政院张德英还是希望立法院伫这个会期会当完成组织法的修法，政府希望拼明年，互体育部会当正式运作。互相试探边道，把握时机出招，柔道男神杨永伟连日出现代替大校园，亲自甲其结合柔道学生进行训练。其实杨永伟也有代替代助理教授的身份。他的细节比较多，要多去学他的经验。我们希望说他在亚运的时候可以跟上一次一样，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，专注在这个选手的一个身份上面。那当然有空的话，还是希望他可以指导一些这些学弟学妹。有时候我们讲的教学相长。老本店教练表示，杨永伟真熟悉代替代环境，所以定来进行野外训练。目前杨永伟已经开始备战2026的美国奥亚运，将目标放伫卫冕金牌。伫9月初9国民体育日之日，行政院也召开筹备体育部的头一场咨询小组会议，包括李勇、曾丽嫣、林玉婷等体育选手拢出任咨询委员，更由行政院长杜英台一一颁发评书。全民运动未来的国际竞技以及未来的运动产业，必须是全新的体育及运动发展部里面很重要的精神。总在内对今天的咨询小组都非常非常的重视，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在尽快的时间内来看到、来听到我们咨询小组对政府的提出的种种的建议。杜英台指出，成立体育部是朝野共识，相关的组织法希望伫立法院这个会期完成立法，并明年正式运作。希望47位主委提供建言，落实伫全新的体育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